奴婢哎呀服侍您。快下去，快下去，别闹！哎，你干嘛呀？老爷，您想妾身了？二妮，老爷，呀，看见夫人了没？还跟我装是吧？就瞅你！走。哎，这是你弄的？啊！友谊赛也差不多了。兰陵哪天要是心血来潮，这就得开赛了。可是这皮质足球怎么办呢？说的容易呀，在这个时代怎么实现啊？这个皮倒是好弄，随便弄个什么牛皮、羊皮、猪皮的就搞定了。哎，不行，唐朝不让杀牛，羊皮又太膻，还是猪皮靠谱。可是这个气囊，哎呀，这个气囊可怎么？老爷，奴婢服侍您喝茶。哎，那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喝什么茶呀？你快下去，快下去，别闹！老爷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老爷，您想妾身了？二娘子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你再不下去，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！老爷，你千万别客气。老爷，妾身心里乱糟糟的，你使点劲儿抱我。不是，你再这样，夫人回来看见该不高兴了。夫君，你别抽了，弄得人家胸口闷闷的。那你快下去。你帮我揉揉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还要看你配的药呢。我就想这样。哎呦，一会儿夫人回来看你该生气了。妾身不怕，那你就打我，替她出气。你是不是吃蒜了？你赶紧漱口去，快！昨天吃的还有味儿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再不下去你就危险了啊！我是绝对不会对你负责任的。反正也是同夫君拜过天地的，妾身不怕。哎呀，你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成滚刀肉了！你这个小身板根本经不起老爷我折腾。经不经得起折腾，也要试过才知道啊。夫君，是你不敢折腾吧？你还敢质疑老爷我的能力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再不下去，一会儿夫人回来真的要发火了。你弄得我一身都是你的味儿，回去我还得洗澡。在老爷怀里舒服。你是舒服了，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的，很不舒服。想舒服吗？等你这丫头再大几岁，就让你舒服个够。钱管家，夫人，这个球队要多少开销？啊？您说什么？我想，既然小侯爷喜欢蹴鞠，不如给他建个球队，何苦上别人家过瘾呢？哎呀，现在还不成，靠咱侯府的财力还支应不起这个。哦，夫人，您要是心疼小侯爷，咱以后手头宽裕了，咱建一个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呢？你不能太主动，你太主动，将来这样这是要吃亏的呀！你不能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给我下去！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把持不住了！哎呀，你下去！好，很好。要是这药磨得再细一点就更好。哎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今天玩的可好啊！哟，这姑娘今儿是怎么了？小脸红扑扑的。嗨，这丫头刚才活可没少干，累得呼呼冒汗。那夫君跟小公爷玩的可好啊？哦，
二女，先回去吧，今天也累得够呛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我跟夫人好好聊聊。哎，这丫头，夫人，喝点水吧。夫君对那丫头还挺上心的，要不明天我找个人给她看脸？喝点吧。这九花玉露是有身份的人用的，如果拿出去卖，得换个名字。那夫人就给他起个名字呗。泔水。淘气。正经的。我看这配方里很多都是花，要么就叫花露水儿。哎呀，怎么又打切身啊？我高兴啊，就叫这个吧。夫人果然品味非凡，不愧为长安第一极品呐！少来，妾身这黑锅背的也忒大了，都是夫君害的。听见了吗？那丫头牙口真好啊，吃糖都不带搓的，直接扔嘴里嘎嘣嘎嘣嚼了。照这个吃法，是糖也不够啊。赶明儿我再给她买几包。这丫头越发不像话，赶明儿我得好好教训教训她。哎呀，蛮好的啦。二女小孩子家的，成天待在后宅，都憋坏了。你再教训她，哪天真憋成傻丫头了。妾身就是说说，还没真教训她呢，夫君就心疼了。哎呀，你还要杀夫不成啊？明天我还得忙一天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说二女了，过2天回娘家，妾身得好好准备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？一切轻车简从啊。那怎么行？好歹我也是侯爷夫人。再说了，我得让娘家人见识见识我侯爷夫人的场面，不是？那你自己看着吧。正好我也想我老丈人了。哎呀，这几天夜里吃的太频，地板有点不稳啊，看来得整几颗饭田人参补补。怎么了，夫君？没事，马失前蹄呀。没事就好，来，快起来。哎呀，这么不小心。这估计是程初程德昭，前几天约好了，让他来干体力活的。我去吧。哎呀，小心啊！老哥，夫人吩咐要准备仪仗仪仗啊。可好些年都没动过仪仗了，夫人要准备仪仗干什么呀？夫人要回家省亲。可也倒是，嫁过来3年多了，一趟没回去过。是啊，都是因为先前被小侯爷冷落。如今呢，咱小侯爷的性子转了，夫人的脸上也有了荣光，那就好好张罗张罗。好好张罗张罗。又输了，这不是耍赖吗你？快来讲故事。好吧。从前啊，有一块美丽的大陆，大概像我们大唐这么大的一块大陆吧。这个大陆上呢，有许多的国家，其中有一个国家被一个残暴的君王统治着。可是这个残暴的君王呢，他有一个非常美丽、非常漂亮、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儿。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，他决定把这个善良的女儿嫁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君。可是呢，这个公主早已经跟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农夫相恋了。于是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夫君，妾身敬你一杯。
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诗好，酒好，夫君更好。那最后呢？最后，这位英俊潇洒的农夫终于成功的救出了公主。于是，他们俩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岛上，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真是切身听过最动人的故事。别哭。但是，那个公主啊，她真是个贱人。啊？既然是父母定下的婚约，岂能儿戏？何况对方是一国之君，身份也辱没不了他，跟一介白丁勾三搭四，也亏他想得出来。这种人啊，就应该扒了衣服进猪笼。既然不知廉耻，还穿什么衣服？进猪笼都便宜了他。夫君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呀，夫人说的极是，这个人就是个贱人，他就应该进猪笼。夫君猜我手里有几颗？猜对了，妾身就给你讲一个进猪笼的故事。2颗。夫君又输了。